人生真係好現實，唔知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人會有聚有散？點解啲感情可以由濃轉淡，甚至變到好陌生？其實答案就係4個字：價值話事。聽落可能有啲冷血，但呢個係現實世界運行嘅規律，唔係你想點就可以點。正所謂聚散不由人，價值係關鍵。從前聽過一句老土嘅說話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。細個聽覺得好悲情，但而家諗深一層，背後其實有佢嘅道理。兩個人無論係朋友、情侶，甚至係家人，能夠走埋一齊，一定係因為大家喺某個時候互相需要，互相補足。呢個需要就係價值嘅體現。舉個簡單例子，朋友之間嘅聚散，好多時係因為價值唔再匹配。中學時期嘅死黨，可能因為嗜好相同，成日一齊踢波、溝女、打機，大家嘅價值互相支持。但到咗出嚟社會，有啲人揾咗份好工，事業蒸蒸日上，有啲人可能仲喺度摸索方向。呢個時候，價值觀開始出現分歧，話題逐漸減少，甚至覺得對方已經唔再明白自己。唔係話邊個錯，而係價值已經唔再對齊。講到感情，呢個問題更加明顯。好多時候，兩個人拍拖嘅時候，覺得對方係全世界最好嘅，但點解最尾會分手？原因其實就係價值發生咗變化。拍拖嘅初期，大家好需要陪伴，可能仲會覺得對方嘅幽默感、樣貌、性格都係不可或缺嘅價值。但隨住時間過去，生活環境改變，價值需求可能變咗。你可能想要多啲安全感，但對方仲係一個好隨性嘅人，冇辦法滿足你嘅需要，又或者佢原本吸引你嘅幽默感，變咗喺你眼中係唔成熟嘅表現。兩個人嘅需求同價值唔再匹配，關係自然會出現裂痕。有啲人會話，咁感情唔係應該要互相包容同堅持咩？當然，包容係重要，但包容係基於雙方仍然覺得對方係有價值。如果喺一段關係入面，某一方已經完全冇感，連對方嘅存在都覺得係負累，咁仲點樣包容呢？所以，感情嘅變化，歸根究底都係價值嘅變化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係咪人只係為咗自己需求嘅價值而活？會唔會太自私？其實，呢個係自然嘅法則，唔係自私，而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生存同幸福負責。諗深啲，你人生入面所做嘅每一個選擇，其實都係基於價值。你揀咗份工，係因為佢俾到你想要嘅收入或者發展機會；你揀咗同某個人一齊，係因為佢俾到你快樂、支持或者安全感。呢啲價值唔一定係物質，亦可以係精神層面嘅滿足。只要價值存在，選擇就有意義。但如果價值消失，選擇自然會改變。試問下，如果公司宣布減一半人工，唔多唔少都會有人拂袖而去，咁離開嘅人屬唔屬於自私？既然人生係由價值主導，咁我哋又應該點樣面對呢個現實？其實最重要嘅係認清自己想要嘅價值，同埋接受價值會變嘅事實。諗清楚自己最重視嘅係咩？係金錢、關係、自由，定係其他嘢？只有清楚自己嘅需求，你先可以喺人生嘅選擇入面做得更好。除此之外，我哋要接受價值會變呢個現實，任何關係同事情都唔會一成不變。與其糾結點解會變，不如接受呢個係自然現象，學識調整自己嘅心態。既然知道人與人之間嘅價值需求會變，咁我哋就必須提升自己嘅價值。當你嘅價值越高，選擇自然越多。呢個世界好現實，唔係所有人都會為你停步停留，所以你要成為一個值得別人珍惜嘅存在。雖然我哋明白咗聚散無常呢個現實，但都唔代表我哋唔應該珍惜當下嘅時光。無論係同朋友、伴侶定家人相處，記住，相處每一刻都係難得嘅緣分，都可以喺我哋人生中留低美好嘅情節同愉快嘅時光。唔好將佢塗污。
人生真係好現實，但現實並唔一定係壞事。價值係人際關係同人生選擇嘅核心，了解呢個道理，可以幫助我哋睇清楚好多事情背後嘅邏輯。當你識得點樣面對價值嘅變化，你就會發現，聚散只係人生嘅常態，而你真正需要做嘅，係學識點樣喺價值流動嘅過程中，活得從容、自信同快樂。所以，下次再問自己點解會有聚散嘅時候，記住，一切都係價值話事。珍惜當下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咁人生嘅每一步都會更有意義。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